是别人无，有因咱只有来忆起世界数，愈慢愈深着愈会甲好笑。台湾俗语摕来谈，深色趣味是有内涵。欢迎收看《报道歌丁》，我是林品源。台湾俗语是咱祖先伫台湾这个土地的生活体验所产生的智慧。报道歌丁就要用俗语带乡亲，做伙来去看咱台湾人的故事甲文化。这俗语伫咧讲啊，食肉食三层。看戏看烂谈，这意思是咧讲啥物啊？是讲吼，要食吼，就要食上好的三层肉；若要看戏吼，就要看上精彩的烂谈戏。烂谈吼，就是咧唱八卦啦。这个俗语吼是安怎呢？就是咧讲吼，一句话怎爱讲到这个八卦烂谈伫咱台湾民间的重要性啦吼。今仔日呢，咱就要来甲大家来讲看关于着这个北管北管实在是有影真事件，伫咧迄个时代吼，伫咧民间的生活中间是有真深的关联。伊代表着咱台湾吼民俗的流行各种，伫咧迄个时期是有影真兴哦。咱来看卖迄个时阵到底是安怎一个情况，来欣赏一段 VCR。今仔日是咱邦桥结婚时举办这个中原普渡名人盛会功成圆满今日最后一天所有将请来干普的新人请回乡用顶头请来也是用顶头请来回乡也是用顶头送回乡。邦桥报公社嘛，伊每年拢配合阮结婚时吼，迄个庆典，拢出去请神接神安尼送神倒转去安尼。透早7点半，万团西出的北管乐团带头行大声，对邦桥的结婚时出发。透早出门中昼就送请足个位送送到位转来，安尼讲是讲愈，咱就是想甲咱结婚时的所有的亲生合作，来斗阵就心情足好的，感觉真爽快。就是咱这个祈求就是咱来祝大家合并的平安，各项事业大家顺遂。为邦桥土城一路行到中和，庆成恭请新明回家，庆赞中原普渡的祭典，这届是顺遂圆满。敢人古早人讲的，主题叫戆主题，戆就是啥呢？就是出力，排演足久的时间，真正表演的无偌久。为什么？因为这物件足重的，这老岁仔，这长辈，阮囡仔就看在眼内，所以讲，因莫甲要歪腰去，主要为了啥？为了要表演的迄段时间，甲上好的表演出来互人看。但是伊的精神甲伊后壁的传的部分的足重的，所以阮这下辈有一个观念，就是讲要继承因的心态，因以后会老，少年会大，囡仔会成年，一步一步去甲因传承，莫互因讲偌济年以后我无去，这就是叫这地方的色彩，就是这来的。中途结时，团员倒转来结婚时，万声欢喜，祈求新明并走上天赐福。伫个北管热烈的乐声内底，所祈求的就是望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哇，咱拄则看这 VCR 内面是真是有够足闹热的对无？啊，这就是咱的北管啦吼。首先呢，咱就来欢迎咱今仔日的来宾吼，是咱湘乐演的北管主题团的团长李三友老师。主持人李先生你好，大家好。大家好吼，啊，还有伊的后生啦，李明祥先生。主持人你好，大欢家好。迎您呢吼。哦，咱北管啊，有影是真闹热吼，真热场啦吼。啊，咱会当替大家观众朋友来问一下吼，就是讲这个北管呐，根据恁的了解吼，这个北管大概老师啊，伊是对倒位来的吼。啊，个就是讲，恁通常恁上路演出去外口演出的时阵，是啥物情形之下吼？啊，啥物款的场合，恁会去接受邀请出去外口演出？哦，这个北管是以这个từ这个乾隆大陆过来咱台湾的这个北管文化。是哦，啊，对这个做这个团，就是算讲人来邀请，就是有这个落下港啦吼，有进香啦吼，是啊，咱来去这个庙的，啊，这个咱通常去就是拢北港嘛为主啦吼，是啊，洪天宫啦吼，是啊，大天府啦，等等足多的这个宫庙，是哦，啊，来甲你邀请，咱去就是拜仙上重点，是哦。啊，这个牌子咧拍就是杨绛宁、一江风、大班族等等嘛是足多的牌子的啦。是啊咧，啊一闹咧起来，人大家咱锣声、鼓吹声一个分落去，大家就哇来看讲，哇，这个北管来啦，迎神咱遮尔闹热安尼啦。是啊是啊是安尼，这传统。啊，我自这个细汉都读国小4年，就参与到这个北管啦。国小4年的时阵开始会，啊，差不多几年的时间啊？安尼差不多嘛，最起码6超过一架子啊！做北管的这个应该算讲是表演啦吼，啊是啊，这是算业余嘛，所以讲好多主题吼。但是这个业余嘛，已经真专业啊呢，因为听讲已经是4代啊嘛，对吧？是哦。不简单啦，不简单。阮后生来拄啊有4代啦。哦，是吼，4代吼，啊，恁拢是北管的主题对无？啊，你传到你这第4代啊，啊，第4代个人个遮尔少年，啊，你袂感觉讲你遮尔少年啊去学一个遮尔传统的物件吼，啊，佮出来佮有即个渊源吼，啊，你到底是有啥物款的迄个经验吼，甲咱大家分享一下。自即个细汉的时阵吼，因为是大人因算讲拢伫咧耍北管啦嘛，是。啊，咱算讲自细汉拢咧听这。啊，听久来的时阵，就是讲慢慢去接触到，啊，接触到的时阵，会感觉讲，有当时啊庙会也好啦，还是讲一寡婚丧喜庆的也好啊，拢会用到。是。啊，咱渐渐对这音乐有一个熟悉度啊，啊，感觉讲嘛袂生疏。是。啊，慢慢再甲爸爸讲有学这个物件，慢慢合适起来安尼。是。啊，希望是讲即马后摆这个少年会当愈侪人来学这，啊，当作是娱乐也好，是真好的一种，算讲传统的。技术的物件啦，啊，这后摆是敢若讲的，敢若愈来愈是宝啊。是吼，对。其实这传统的这个牌子啊，吼，拢是无共款的场合啊，或者是讲有真侪功能吼，会当提出来运用吼。伊是根据着咱的这个环境吼、时代吼，啊咧做符合咧做变化吼。但是因为这个传承吼嘛是真困难啦，因为即马比讲这个物件毋是算讲是流行的物件，但是以早伊是真流行嘛。哦，迄个时阵讲咱讲食饱食三餐啊，看戏看烂坛啊，啊烂坛内底唱的就是北管嘛，啊这个北管曲内底算讲是迄阵啊流行的这个 hip hop 音乐啊，会当算讲 rock and roll 安尼来讲啊，咧做这件代志嘛是无简单啦吼。就是讲这个北管的音乐的功能真哩多元吼，啊团体嘛。讲算讲袂少啦吼，即马咱来看讲吼，除了这个专业的乐团以外，因为其实我拢一直讲主题管这个主题乐团吼，算讲咱这个主题班吼，这个经营，恁即马厝内这班差不多还阁有偌济人？是算讲，那出团是拢差不多爱10外个，但是本团就是算讲有较人有较年纪较侪就无出来啊，爱互相。这呢随团互相支援啦，安尼啦。比如讲安尼，这款的团成，你感觉讲较困难的所在是伫什么所在？较困难所在就是有阵啊拄啊好，每一团拢有得出。是。每一团大家拢有个人有伊个朋友吼，大家互相伫
叫来斗劳力安尼吼，也北管的出去迎神种啦吼。是是是。啊，咱的船就是人数若准就较无够，要支援的机会，这个困难伫这只。所以讲咱就是吼，照着人的需求吼，啊，咱去家己做排场啊吼，啊去做演奏安尼。但是这个需求吼有真侪款啊，吼，可比讲咱有这个红的啦吼，有乌的啦，啊，咱给解说一下，这红的就是喜事啦吼，啊，这乌的吼就是丧事哦。啊，咱去面对着这无共款的场合啊，迄个需求的时阵，啊，咱是安怎去处理？可比讲这个牌子是毋是有无共款的运用？一般牌子是拢差不多拢有重复较济啦。是。吼，啊，若是像讲即种的这个弦仔部分吼，若像讲是出皇帝用吼，咱就画一个朝天柱啦吼。是。啊，就算讲若是棕的，啊，乌的啦，乌的就袂当用这刻啦，因为朝天柱嘛。是啊，迄个号名就是迄牌子的名就是安尼嘛，吼，咱往生者无适合啦，无适合。啊，画一寡那敢咱较迄落较热热安尼。啊，红的袂当用的有啥物啊？红的袂当用的就是这种灵船嘛。灵船啊，灵船这一般外口是若准对走的就是有另外一个团就是走迄落。龙船就是当得了当那哩那当那哩的人的当，当得人那当那当那哩的哩的嘞当。哦，是安尼。这差别是伫个什么所在？就是讲，是因为伊的节奏嘛，吼，还是讲伊的风格啊，等等啊，你会当甲咱小介绍。其实咱北管有一寡即个艺术性的即个演出啦，是是是。啊，像有讲即个上平啦吼，排场啦吼，啊传统的即个。戏剧啦吼，的表演，哦，像如讲即个歌戏，哦，后场的即个伴奏，哦，等等拢嘛是。啊，牌子咱若分做，咱这种类来讲啦，分做牌子啦吼，啊，即个弦仔谱的啦吼，戏曲的啦，幼曲的，哦，这四大类风格无共款的即个曲路，哦，啊，所以讲大家拢较早拢是照由即个师徒之间啦吼，的即个口传心授。哦，就安尼啊传承落来。啊，阮爸爸甲阮阿公阿祖较早迄个时代，嘛是算讲哪学哪教，啊，才将即个讲即个传统的物件啊保留落来。啊，这个主题班吼，主题管业这个乐团吼，到底是安怎去经营？啊，有真侪艰苦吼，甲一寡趣味的代志吼。咱吼先去食串，啉一撮茶，咱连伊则过来请咱两位老师来甲咱继续谈。报道高阿丁，内容足丰富。有地理，有历史，嘛有人文甲故事。咱若是知愈多，捌愈深，对咱台湾就会听入心。即马伫庙会顶头所看到的北管团，真侪拢是线伫台湾各地驻地班，出钱出力开时间，请老师来教来学习。几若10年来，拢是保持安尼传统。北管戆主题，讲的就是即阵戆仔正古锥的主题。这是北管的路，我学10多年啊。开始学足艰苦学的，不过学到即马足顺手啊。啊，阮就是共款，就是讲看迄种，就看老师啊。老师伊的迄种，伊是总指挥嘛，吼，总指挥啊，所以伊是总指挥啊，所以阮就是拢爱看讲伊的手势是安怎样啊，阮就爱拍啊。团长李三友今年78岁，传承伊的阿祖，为民国79年开始成立上乐县。小说带出将近10桶的北管主题班。啊，社团就是迄个艺上社、年上社、艺上社。啊，阮阿祖就是发起人。啊，阮阿祖发起人就是讲，叫即个农家主题遮，讲咱来有一团啊吼，即个庄头的好歹闹热，哦，啊是庙会吼，庙会啊闹热一个安尼吼。
国小的时4年，就参与阮迄个阿伯，阮也对阮阿祖、阮阿公、阮阿伯，然后即我已经要4代安尼啦。当当天当当当，讲啊溜啊有车厢厢有溜，讲溜厢溜，讲车厢车讲厢讲厢。好佳哉有你甲4代近100年来传承，互台湾上古早 rock 北管会当继续传承。哦，咱拄则看这 VCR 内面啊，这个主题吼，哇，有影拢真古锥呢吼。啊，这个我会当问一下无？啊，这大家拢业余的嘛，吼，拢是业余主题吼。但是吼，这个年纪，这个年岁，差不多平均有几岁啊？老师？拢嘛差不多60以上啊啦。60以上？嗯。啊，这团就好做千岁团了，吼，拢转千岁，是吼。这个千岁团，其实在北管吼，这个算讲伫个表演的中间吼，咧排戏的这个过程吼，当然乐器是真重要嘛，对无？啊，咱今日现场嘛有一寡乐器伫这桌顶啦吼，对无？啊，老师你会甲咱小介绍一下，因为像讲我知影讲哦，这拢叫做鼓吹，但是这鼓吹敢若有分别对无？有啦，这有分别。这敢若这鼓吹这就分嘛有分头号、2号、3号的。哦是哦。嘿，啊，这款的是一般是8音的，八音，八音，八音咧用的，八音咧用的，这叫做哎呀，哎呀，啊，一种叫做达啦，哦，达啦，啊，达啦个，达啦个哎呀，有讲达啦腔，达啦腔，啊，这就叫做哎呀，这一般的八音的，是是，哦，咱较早若你嫁娶吼，嫁娶就要用这啊，我头了15、16个啊，这哎呀，我就用过。安尼真好记，因若是嫁娶迄个好代志的时阵，哎呀哎呀哎呀，这就是这个物件，是哎呀声音是较悬。这较低，较低哦，较低。哦，哎呀，这较大白啦。哦，较大白。这种的是叫椰子弦啦。椰子弦。野胡啦。是是是。啊，种2胡啦，种大胡啦吼。哦。啊，种3弦啦。3弦。哦，种3弦哈。哎。哦，所以讲安尼分起来就是老练啦吼，因为有分的，啊，搁有吹的。哦，啊，搁有拍的，哦，对吧？啊，搁有弹的，或者有4大件嘛，4项哦。所以讲这个，搁其他就是有草啊啦、螺啦什么。哦，螺草啊，规个拢有影是豆豆的这8音啊，8种安尼合起来安尼，拢是北管的这个曲牌。所以讲大家拢是业余的嘛吼，并讲唔是专门职业咧做这嘛吼，啊，比讲迄时间真重要啊。啊，万不然吼，咱就常常讲啊，咱大家要出去啊，但是问题是我突然间家己有代志吼。啊，以早到今吼，你有啥物特别的经验是大概是甲这有关系啊？那么讲起来讲，像讲咱北管吼，我听阮爸爸讲嘛吼。这个较早300等你好的时阵，迄个时机等你好，365天。365天。一年吼，一年365天，差不多有360天吼，拢咧走摊。哪有迄时间？哇，较早时机等你流行节嘛，敢若流行甲共款嘛。等你流行节啊，有人叫咱就去，有人叫咱就去。啊，上济一天有人走2摊3摊嘛，可能嘛有。是。对，啊，这是讲较特殊的这个时代啦，哦，啊，当然较即马来讲，因为即马这个物件来讲，因为时代变迁的关系，渐渐嘛算讲有较稀微淡薄啊。哇，啊，较特殊的这个经验来讲，我会记得有一届是算讲，这个咱去南部这个辽境啦吼，迎新辽境，啊，拄了就是讲，咱有拢辽境的时阵有一寡迄个弹嘛吼，啊，弹的时阵咱就爱演奏，是，啊，演奏的时阵，当然啦，咱这个开盖头落去啊，啊车头嘛喷落去啊，是啊同时间哦，印象中这同时间这个雨吼上大雨来，哦，迄规身躯压落一个就淡去啊啦。是，但是咱北管的这个精神就是讲，咱起头落去啊，车头也喷落去啊，是，就是将这个摆置完整啊表演出来。是，所以讲我感觉这规团不管是家己本身的团员也好，还是讲夹来这个团员也好，大家这个共心的这个精神吼。是非常的可贵甲宝贵。是是，有当时我面皮拢足高的啦，就趁这个机会，我想讲吼，就这个机会现场啦，来请老师来甲咱演奏一下，像讲这鼓吹啦，啊这曲牌吼，会当来唱曲一个，咱来示范一个，好大家乒乓一个啦。咱就走一个算讲咱伫庙会吼，较定啦。听到这个，好啊好啊，好，这个靠利用的这个风力箱，好，风力箱，是，表演这段，好，感恩哦。
哦，今仔日听了真侪庆吼，啊，感觉讲有影是咧俗语咧讲啊，食肉食三餐，看戏看lan坛，啊，这lan坛唱北管，所以讲哈啊，lan坛伫咧即个时代，北管吼伫咧即个时代中间咧，感觉讲，哎呀，要衰微去啊，要安怎？不过加在啦，咱阁有亲像三友老师啦吼，啊，阁有即个林相先生吼，因安尼阁咧戆地主啦，安尼戆啊走。戆啊吹吼，从即个北管呢，即个代表咱台湾民间非常重要的即个传统戏曲的各种吼，继续甲伊吹走落去。所以呢，今仔日嘛真感恩嘛，真感谢恁长期以来的支持甲爱护啦吼。啊，当然啦，来到咱的节目中间吼，来跟大家分享遮尔宝贵的经验，啊来宝贵的文化资产。真感谢恁，咱来继续来支持咱的北管音乐、北管的排场，感恩。这时间真紧。着一坎站，暂时离开着真不甘。大家若是无去嫌，伊咱后礼拜才过来谈，嘛才过来谈。报道歌顶用俗语参故事，甲乡亲伴感情。后礼拜请继续收看报道歌。